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群阿 Q 妹，阿 Q 妹今日要同大家讲有哪味的好料好搞了。哎呀，1月20日后开始吼，呀缓缓生活节就已经伫呀新竹微所开始悄悄的哎有人有糖果无啊，悄悄的开始有动到发通了，伫呀王山韩国主动还有关系3只微所，陆陆续续会有动到发通，会同大家来分享。今日节目当中，我邀请到2位先生吼，会同大家来分享呀关系这次的缓缓生活节，会带来按到乜嘅内容，韩国关系有乜嘅好搞好料的哦，细细格格来分享。今日2位来宾先来分享我们的秋萍老师，分享秋萍老师。大家好，我是秋萍。好，分享秋萍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哦。接下来是俺的美凤老师，分享美凤老师。大家好，我是美凤。好，分享2位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吼，其实2啥就是俺哋福起来的嘅好朋友啦，头摆都来到节目当中的。不过下摆没想到来请秋萍老师同大家再个来小解一下，算了呀缓缓生活节嘅内容大概系乜嘅同呀关系部分有乜嘅结合？礼拜缓缓生活节是讲，台三线，你嘛浪漫台三线嘛，嘿，这主动完善的关系两片，你们爱都系关系人，所以关系也有都会活动时嘿，爱让美凤又穷下一起举办这样子。错啊，所以也系一只动体片的发通，也只缓缓生活节结合的呀，新竹3只伫台三线的所在，本大家做得了解到，你台三线有几浪漫的，从哦。故说没想到来请秋萍老师同大家来了解一下，上半年来的时间，我谈讲系一只工作室，不过呀哈，哇，一瞬间变成一个初心者市集，变做一只实习呗，做得同大家来了解一下，有只实习很用的来产生出来的嘛。头摆应该是跟好该走手做，所以以前就是大概5年前开始，我会去跑市集。那后来3年前转了关系也是开始有这个工作室，因为工作室开始有机会就是自己家乡要办一些小小的市集活动，是会开始腾书。到去腾走安永天，然后就这样开始，然后美安永天是到美凤又熟识，然后啥就因为有同样的理念，是不是就按你来熟识？就开始来办实习呗。对。那像这一次的这个初心者市集，其实 Helpon 俺们有看到这个海报上面是写牛栏河畔艺术市集。初心者市集是怎么延伸到这个牛栏河畔艺术市集的？初心者市集的部分，我们一开始也在成立，就是说我跟美凤，还让美凤穷哈走俩实习的时间，也在想讲，市集要有一个名称，对，然后有在思考，然后这个市集，然后想法，我们可以就是请美凤帮忙说明一下，对，讲一下这个初心者市集，一开始成立的时间，做嘛该就会很多呀初心者市集。我的初心者市集喺差不多前年的时间成立诶，那时候我们的初衷就是想说，让一个新手，然后有梦想、有理想，那他想要做手作这方面去创作的人，初心者的意思。对，然后我们也希望期许我们在建立这个团队办市集的时候，能够一直记着我们当初的这个初衷，不要忘记当初的热情。对，一开始成立初心者市集的时间，几多少年从他成立？其实一开始也没有固定，那关系这个带关系的老街，请多朋友是穷哈，走该也老街的市集，就互相帮忙。那渐渐因为大家有自家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用沙石黑用吃到这样的市集可以继续下去，所以就渐渐就等于前面几次市集之后，我们就2人就是继续把它延续下来这样子，所以扩大都呀哈，按从按叫的时间，其实没有动到的伙伴，向下来讲你没错嘛，今日其实没有带来动到伙伴的作品，做得同大家来小结一下嘛。亚白是我的初心者市集有协助举办了这个牛栏河畔艺术市集的部分。俩排艺术市集，我的最主要
和我们的艺术家有去做一个合作，对，因为特别把艺术放进去了。对，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画家的青联展的部分，像这个东安古桥就是我们其中一位画家他的那个速写的部分。那我们就是牛兰河艺术市集就会在这样子的这么美的一个地方，然后办这个市集。哇，第按讲的手菜来潘思溪，所以是有一点像在河畔边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哦，我们常开玩笑，我们不用到欧洲来新竹关西就可以享受这个浪漫。对，因为它其实是古桥，很多宽甲跟建筑就有看到那种拱桥式的这样子的，对，这样子的建筑概念，其实真的是很像欧族的这种建筑动对，家，很特别，而且它还是无拱。其实全台湾已经很少这样子的桥了。对。很漂亮，古手地暗涌的时候才来攀牙这个艺术市集。那再跟大家说一下，生了呀牛兰和艺术市集呀，它跟初心者市集会有哪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初心者市集其实我们在讲的是一个品牌，就是像刚刚伙伴美凤在介绍的，我们希望给新秀，或者是我们也提醒我们自己，就是不要忘记初衷。那我们其实我都有每有盘前都有某恐龙的市集，那我们客家人硬刚，就是很喜欢挑战新的东西。对，所以像在牛兰河畔，因为我们就觉得哎因为体风俺酱俺浪漫，所以我们才想把艺术放进去结合。那当然我们有一些其他的，在其他地方，像爱豆子邦山的核心车站，我们也有不一样的市集。我们会因为可能地点或它的一个形态，去给它不一样的主题。对，原来还按呢，除了要有这个艺术的这个速写在底部以外，其实还有带来很多伙伴的一些作品，都得同大家来收见一下嘛。哦好啊，像我们这个布包，这是我们对，这是我们一个市集伙伴，那他其实也是参与我们市集很多次，然后也是牛兰河畔艺术市集的老班底。对对对，然后他的品牌叫肥窝手作，很有趣，因为他们是肥窝，对对对，肥窝屁屁，呸呸耶，呸呸耶，对他们真的是呸呸耶，因为他们两夫妻很有趣，一个先生叫蔡胖，然后太太叫小肥，好可爱哦。对对对，所以他们就是常常两夫妻就会一起出来参加市集。那这些作品就是他的太太小肥，然后他会去做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很有创意耶，你看给当狗那个包包上面这个开合的地方，木头的口径的概念，对，它 TPA 用呀树的方式来做的，应该头摆盲是看过，大部分看到的就是金属嘛，对，然后可以这样子啪啪打开来，有没有？这是树的做的，所以非常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对，有那种手做的感觉。然后像这一个木做的这一个小花瓶，那它是对，它也是花瓶，它是我们新竹县的一个品牌，它叫静木坊。那它的理念非常的棒，它其实都是用一些老木头、旧木人家回收的，再依照它的形态，然后再重新赋予它生命这个部分，很特别，因为其中迄种老嘅玻璃根呢，不用都给树的底度，你就做在按呢结合起来，变成一个像是很漂亮的花器，对，变成新的一个艺术品，对，重新有一个生命。不然可能就会利用这样。可能就是大家讲的不要用的东西嘛，你可以拿来废物利用，就都得拿来变做一张新的艺术品。对对对。顺后面有看到像个玻璃鼻，然后那个手把是木头做的那一个是。然后就新竹的一个玻璃艺术家，那他是他自己手工烧制的玻璃，那他结合了这个木头的材质，就是他的玻璃每个都是很有手感的，就是每个造型都有一些微微的不一样。韩国头前面有做这个装饰的部分，那个杯子上面还有做玻璃的装饰，对不对？对，很漂亮。韩国顺空。两黑爱的关西老街，一个大自在工作室的曾秀宝老师的作品。那他本来是湖口人，他后来搬到关西老街。那
他平常会用关西的一些在地的植物，把它做成一个植物染的染料。哦，古时候嘅係用染色咧，老夫嘅染色染到安呢。古時候其實也擺啊，就是緩緩生活節的關係，唔單唱詩詩聽聽哦，其實還有這個音樂會嘅部分，有音樂會嘅部分，做得唱秋萍老師同大家來收嘅也擺音樂會嘛。禮拜嘅音樂會啊，很特別，就是我們也很開心，就是我們這次邀請到了幾位很優秀的一個歌手哦，卡司哦，要公布卡司了哦，全部都係金曲獎的歌王歌后。那我們這一次，因為我們其實就是也是營造一個社區的生活感，所以我們這次邀請的歌手，他們不光是金曲歌手以外，他們其實他們的一個創作風格都是比較跟自己生活還有在地土地連接的一些歌手。像我們這次我們有邀請到一個金曲的台語歌王謝明佑老師，哇！然後我們客家歌手當然更要特別支持，就是對，沒錯。然後我們有米莎，對，然後還有黃偉傑，還有黃子軒，哇，最近呀三煞，就是像客家歌手啊，呀三煞全部就係寫自家屋卡嘅故事，自家家鄉嘅故事，自家土地嘅故事，錯冇？對。韓國呀演出的時間來同大家講一下。我們音樂會的時間是從下午3點，然後一直到晚上7點，然後結合我們的藝術市集，那我們市集我們讓大家可以早一點可以逛，那我們的12點我們就開始，嘿，然後12點在。當主睇係都市樣咪做得啦，我撈一錢都好食嘅東西，錢都好食嘅東西。哎，你今天謝謝秋萍老師還有美鳳老師來到節目當中，謝謝兩位，謝謝。好，接下來還有同到呀初心者市集嘅好夥伴，愛同大家來分享其他嘅故事哦。先休息一下。各位觀眾朋友，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鍾意群阿權妹嗬。咁上一段嗬，要同大家來分享呀，緩緩生活節的關係呀部分的發通，大家冇唔記得咯。第2月4號，當初開始就做得起呀，這個牛欄河畔的藝術市集，佢譬如當到好食的東西，還有有好料好昂的事情，還有清楚有嘅係下晝頭3點，還有音樂會好聽哦。今日也下我來同大家來收見嘅係呀。市集地度嘅其他嘅夥伴，我來同大家來分享其他嘅故事哈。先來分享我們的梁子。大家好，我係范永志，我係輝都咖啡 Benson。好，Benson 哈，大家就很 Benson 他關係嘛。係。哦，分享 Benson 和3號來是我們的玉山分享。大家好，我是碎石的玉山，很高興跟大家認識。好，分享2位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哈。阿權妹一下坐到呀。金流還有藍水，做嘛該呢？因為我一直聞到非常非常香的味道，我口水都快流出來了。所以，我們先來問一下這個玉山，你剛剛說，你的工作室叫做碎石，是對，做嘛該會很多碎石，為什麼叫這個名字呢？其實當初取這個名字的用意就是歲代表歲歲平安，然後它其實就是年齡嘛，歲。那歲的話，它還有另外一個含義，就是麥穗的穗。那對。它其實做麵包，對，做麵包。那麵包用到的材料就是穗，就是小麥，就是麥，對，就是麥。那麥它是穗，然後可是我想要給客人吃到的是健康、安心，對，所以我用穗。那這個年齡，對，碎石，那石就是跟時令、食物有關，所以我用的食材絕對都會是跟我們的當季、當令有一定關係的原物料。原來係安呢，剛才說了冇一下玉山吼，你是在地人嗎？關西在地人嗎？我不是哎，是你還哪片人？你是哪裡人？其實我是南投人，然後先生基隆人，但是因為工作關係，所以我們就在竹東落腳這樣子，買房子在那邊工作。不過唐貢其實你也是客家人，對不對？是，就是爸爸那個祖先爺爺那一代，他們其實也是就是客家人，對，但是我們從就是祖先他們是住在台中的豐原那一帶，對，然後移居到南投來之後，其實就已經
没有再去因为生活习惯的关系，对，没错，就也不会讲客家话。哇，不过非常的优秀，有没有？碎石，你看有按后是按熊的这个面包后，本阿 Q 会批到还有蓝水都不会流出来。不过你刚刚有说你尽量都使用在地的食材，是当令的食材。那你是怎么找到这些当地跟当令的食材的呢？其实跟我自己本身有很大的关系，是因为家里是务农，对，所以从小时候就跟爸爸在田里，那就会对食材的什么季节会有什么样子的食物有敏感度，对，那个敏感度就比较明显这样，可能跟其他一般的人来讲的话，对，那以前爷爷奶奶他们也会说，哎，这个时候爱吃啥，要吃什么这样子，对，那就会跟我们说，那我就是这样子想，那我想，那我的面包我也希望可以让现在的人就是知道说这个季节可以吃到什么。对，随着这个季节的变化，你吃的东西那才有吸进去。对。不过我很好奇的是，你本来对这个做面包，这是你的专业领域吗？不是。但是你现在做面包，而且这个面包看起来超美味的耶。谢谢。应该是说，因为我有在澳洲打工度假待了2年，那在那边的就是工作上面哈，有很多就是跟面包跟一些服务有关系的。那从他们的外国人的他们的生活里面，因为我看到他们每个人家家户户都会有烤箱，然后大家都会做面包。哎，我想好像有这么简单这么普遍的感觉，就像 Andy 台湾在第 Andy 台湾不卡可能就会有一张笼虫，有一个蒸笼，大家是以前都在蒸馒头的概念，然后国外就是每天都用烤箱做面包。不过对我们来讲 ，Andy 兄弟跟我去嘎做面包，感觉是一件有点困难的事情。那时候刚初期。没有想那么多，只是纯粹在家，就是看看网络啊、食谱啊这样，然后做给自己家人吃这样而已。哦，好厉害哦！是，那也是姐姐家人的这样鼓励，然后又去当了学徒，然后上课进修，那就慢慢觉得说，其实面包是可以试着做看看。对。原来是这样。古时候其实没黑老七家色的东西，老不看颜色的东西拿出来，同大家来分享。不过做出这么棒的面包，怎么会想说跟初心者市集来做结合？你们是怎么牵上线的？应该说我们像我做这个碎石，因为其实是在家自己工作室，没有店面。对。那没有店面，我需要通路。那就是要很感谢像这样子的初心者市集，给了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去曝光自己的产品、自己的品牌。对，那因为一开始没有任何的一个通路的情况之下，那又市集慢慢的起来，那我那时候就想我要找新竹的市集，对，那就在网络上搜寻，就让我找到了在地的关系那个初心者市集，对，所以在2月4号你们也会到牛栏河畔就是了，已经参加过好多场，很棒，哇，很棒哦，有谈到某关键字是很棒。好，刚刚有讲到这个碎石的好吃的面包，唔但像按你喊撒哈罗来烧鸡呀，好是嘞咖比哦，对不对 ，Benson？ 是的，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Benson 一开始怎么会想要投入这个咖啡的这个行业里面？因为其实咖啡只是一门懂层的学问，咖啡是一个专业，所以是咖啡师 Benson 在这里。嗨，大家好，是。对，其实起初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对于咖啡就很有了兴趣，这样子，然后也跟同学一起钻研，有自己在实验室做个小小的烘焙，然后对，一直到你可是烘马街啊，有实验室。实验室我们是在就是工业工程管理的实验室里面，我们同学里面就买了一台小型的烘咖啡机，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就是自己可以烘一些咖啡豆，但是自己喝，其实都是烘给自己喝。然后在可能就是毕业了之后，然后我们离开了，然后同学都离开了，然后我们就是在退伍之后，然后就跟我女朋友商量，就现在的老婆，就说我们就想说要买一台咖啡机，希望就是自己可以决定咖啡的味道。哇，对，因为自己喝咖啡喝久了，因为那时候精品咖啡豆还没有这么的盛行，然后都喝比较属于就是比较深焙的咖啡、中浅焙的咖啡，那时候比较少。配下出口啦，得会咖啡啦，对不对？然后就是比较少人这样烘，然后希望自己可以决定咖啡的味道。那时候毅然决然就是投入，就买一台烘豆机。那时候就有一种想要喝一杯牛奶。养一头牛的这种概念，是的。然后其实那时候就是否朋友，
大家周遭的朋友有在喝咖啡的就跟我拿，然后我就是自己喝咖啡，然后赚工钱就自己喝了咖啡不用钱，这样出发，然后进而就是从我老婆去年就是2016年的时候请育婴假，然后我们有成立粉丝页，然后有朋友就是介绍我们投入市集，然后也很荣幸的可以参加初心者的市集，然后也进而就是拓展我们的客源跟人脉，然后也认识很多我们就是志同道合的伙伴，都会互相介绍，就是哪边有好的市集可以去参与这样子，然后拓展我们的客源。哇，你去家吃的都要初心者市集底度啊！不过嘿，你去家摆摊的感觉，也是讲你可以看到其他的这些一起摆摊的好伙伴们，你去家的想法还蛮改对这个初心者市集。对初心者市集的想法，他们走的是比较就是跟在地结合，不管是文化还是就是关西的老街。还有在核心车站，不同的元素，我对都有去融合到。核心车站，嘿，就是当地的就是的特色结合，然后让我们去参与，就是否这个一些特色，然后跟我们的一些产品也好啊，跟一些特色我们去包装这样子。因为刚刚 Benson 有非常认真的跟大家讲说，其实精品咖啡虽然按多年来的台湾进来多年开始要来喝这个精品咖啡，到底这个精品咖啡它是从哪里就要开始精品？好，所谓的精品咖啡，就是在庄园的时候，他们就是它的后置处理。一般现在我们大部分的分成日晒、水洗，还有蜜处理。对，主要这是3大宗是天然的。再来进而现在很多有什么酒香日晒，那些就是有再加工，可能就是用橡木桶去让它有酒香发酵，那个就是比较后置处理，那个就是没那么就是再加工的方式，就是纯粹天然的，就是日晒、水洗跟蜜处理。对，然后在我们的烘焙的端，就是做就是我们有对于豆子，就是虫豆，还有一些就是不好的豆子做筛选。虫的、湿糕的、虫的、猪膏的，也都加比较爱起家爱脱体。对，那有发霉，所以就会有一些就是球固米还有马嘎球固米，对，就是会有一些就是发霉的味道，发霉的状况。对，是的，我们就把它筛选，然后给客人就是喝到比较纯粹的咖啡的味道。就嘿，对年头开始要来把关，那中间处理的过程、配的过程，还有整个挑选的过程，全部就会爱动用心，去甲去偷，去甲去选。对，这样子的咖啡，漳州的本人很做精品咖啡，是的，嘿。比讲讲唱顺风，你们也没有带了爱同阿群们来分享的，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的冰滴咖啡。是，嘿，我们在市集里面，然后我们就会不定期推出不同的还要不定期哦，不定期推出不同口味的咖啡。当然，这是冰滴咖啡，就是跟季节有关系。然后我今天带来是我们在市集里面我们销售算非常好的一款，是我们自己特制的，它是用日晒的豆子，然后去配蜜处理的豆子，然后我把它取名叫做甜蜜花语，因为它有前段有很丰富的花香，尾韵有就蜜处理的甜感，所以就我觉得就是让人有幸福的感觉这样子。真的很有的幸福的感觉呢。第2月4号，大家去到呀这个牛栏河畔艺术市集，大家就会第6先来休息一下，等下再个再来。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又转到福喜来咧！我是钟英群阿群妹，今日节目当中，爱同大家来小嘅也缓缓生活节的关系来拍的发通哦。第2月4号吼，有一只牛栏河畔的艺术市集，唔但抢好，当初开始有东西好食，有事情好哦。下周都有杭州的来堂音乐会，今日节目当中 ，Angel 来邀请到40位也的伙伴后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家的故事哦。再个来分享一百我们的 Benson 还有我们的玉山，谢谢2位哈。刚刚 Benson 有同阿 Q 妹来讲到冰滴咖啡，对，然后是结合这个日晒豆以及蜜处理的豆子，真的我有用的呀，甜美的感觉。阿 Q 妹呀，他就来试喝看看哈。哦，好香哦。真嘅係甜嘅呢，係冇係甜嘅，韓國嘅完全冇咖啡嘅苦苦嘅感覺。
为什么？这是因为它是冰滴的关系吗？它是因为我们在烘焙的过程，然后我们筛选的是日晒跟蜜处理。我想要表现的是日晒，它有带有花香的感觉，然后对，然后蜜处理就是甜感的尾韵，我把它结合在一起，就是让这2个豆子的特性去融合。真的，是的，因为唔单枪有吃到这个花香味，因为还吃到很像以前小时候吃到咖啡糖果的那种香香甜甜的味道。东后是懂 TPA 哦，不过冰滴其实嘿一般地方卡一丘蒙人会去搞来做冰滴，大部分是比较专门的呀，咖啡店红章有办法来做呀这个冰滴咖啡。这里来同大家来了解一下冰滴咖啡按用的方法，系乜嘅原理冇 ？OK， 好，冰滴咖啡它其实分成上面是他们的就是冰块、冰水的冰水槽，然后中间是粉尘，粉尘它就是透过冰滴咖啡冰块融化一滴一滴的渗透去做萃取出来，所以基本上一杯冰滴咖啡通常都要5到6小时才有一杯，所以主持人现在喝的这个可能就是半小时的结晶，半小时的精华，当真贵呢，一口就5分钟了，真的，故说。佮按你用冰水按你滴下来，佢冇温度啊，佢很冰呢，按你就做在不呀，这个咖啡可以溶出来吗？是，它是慢慢萃取，然后去吸收咖啡的味道，它保留了咖啡的香味，所以第一次释放香气是在口腔里面释放香气。哦，鼓手掌握一捞嘴就有懂哪位那种花香味道，按你散生出来，懂 TP， 因为我有谈过后。冲咖啡的时间，尤其是在冲比较深烘焙的咖啡，也不要用太热的水，因为它个负蜜会全部本给冲出来。故说这个冰滴咖啡就会用无温度同大的温度的情形，本咖啡的香味，然后直接。滴到这个阿 Q 妹的咖啡杯里面，用按哪个方式？鼓手不定期会有不一样口味的这个冰滴咖啡会在市集里面跟大家见面。没错。除了这个冰滴咖啡以外，呀，他们有看到我们的 Benson 前面有非常多的工具，都嘎拉佛啦哈，会同大家来分享哪个一种冲咖啡的方式。现在要介绍的是手冲咖啡，今天要冲的这一款咖啡是巴拿马的艺妓，现在是比牙买加蓝山还高档的。我有听过哎，好荣幸哦。是，对，好，现在就来为大家先手冲。对，手冲我们要先用小水把这个滤纸先把它冲过一次，这样子的目的是什么？它好让咖啡液体可以沿着杯壁，然后咖啡液体可以下流这样子。先帮它做一个痕迹出来，流下去的痕迹出来。没错。对，我们先把冲过的水先捞给倒退，然后再过来捞下这个刚刚用机器磨好的。研磨好的咖啡粉，现磨的咖啡粉。对，然后你还要把它稍微整形一下，对不对？对，这样子比较均匀。其实冲咖啡的原理大方向就是我们就是让它均匀的去萃取我们的咖啡豆，不要过度让它过度翻滚，这样冲出来的咖啡它就不会苦不会涩。不要过度翻滚，不然就会水倒落去的时间要很轻，对不对？对，然后其实一般都是用这样的细嘴壶，去控制它的水流，这样子，就像头白用饮水机直接冲下去，就是冲茶包的方式啊，就不对了。按你冲当中得保留这个咖啡它最原始的味道，均匀的把它冲出来。哇呀，它有看到蛋糕有懂得泡，按你不起来。这个上面有泡泡是代表什么意思啊？就是咖啡在释放味道，也是很新鲜的概念，这样子。哇，鼓手冲按你手冲的方式，跟现在阿 Q 妹速烘这一杯的冰滴，这2种手冲方式，它有什么样的能把咖啡同样一种咖啡冲出怎么样不一样的味道？其实他们在表现上面的话，其实冰滴咖啡我们是截取就是以水粉比来讲是它相对是比较厚实浓郁，水会较少，粉会比用手冲的还要再多一点点。然后它表现的味道也是有些微的差异啦，对，但是呈现的香气还是它本质的味道这样子。可是有可能用无 Q 用的这个冲泡方式，我用无 Q 用的咖啡豆冇？无 Q 用的
方式，就可能你冰滴可能偏好用某种豆，然后手冲可能又偏好用另外一种豆。其实都可以去表现出它不同的风味，可以去做那种实验就是了，些微的差异这样子。对。那鸦片含有一扎鼻叶。厚。有没有直接很主动的把杯子递过去？因为我是吃货啊，开什么玩笑？谢谢 Benson。然后玉山现在也可以享用一杯。哦，这个味道跟冰滴的味道不一样，对，截然不同。对，冰滴的跟它比起来有一些焦糖的那种香甜味，那现在来色看那溜。没很完全不会复味咖啡，嘿，它是表现一些柑橘花香的特性这样子，对，它也是完全不会苦，而且你看雅个色，它的颜色也是比较浅的，而且它是很漂亮的，有点像红茶的颜色，对，红茶红酒的颜色这样子，东江非常非常的漂亮，古手也和阿 Q 莫有色都也暗后是 Benson 抛出了也这个精品的咖啡因哦，没有来同大家来说嘅玉山跟还有同大家讲哦，有用菜体的色彩，有做出东豆这个好吃的面包，今日就有来带本阿 Q 莫来吃这一下，先来跟我说一下这个。橘黄黄的呀，黑马干面包是那个面包的话，最大的特色就是用我们琼林在地的牛番茄，大个牛番茄，就是红红的这部分。对，那跟它的面团的橘色也是番茄本身的茄红素，它的然后完全没有任何的水分，完全就是番茄的泥跟它的汁去代替了水分，所以。真的，真的是很浓的番茄的味道。对，因为我们琼林在地的番茄很棒，就是它是属于适合种在那个地方的。好好吃哦！谢谢。两条白色要按类似的这种香料，或者是这种番茄的面包，它里面会加一些意式的香料。那我会吃到番茄，是因为有不用番茄的果实，是我才会吃到番茄的味道。对，在没有番茄果实的地方，感觉会吃到。面包本身的味道。不过，我在吃呀这个面包的时候，因为我刚刚没有看到番茄啊，我吃落去，我这样底个哦，点了底部全部就会tomato味米西，好清楚哦。那除了这个有番茄之外，里面还加了什么东西呢？黑橄榄，然后还有加了各式各样的香料，对，但是现在的香料味道很重，可是他们还是没有番茄它自己本身那个新鲜的那个味道来的。对，所以就是食材，就是它要是新鲜的，它就可以胜过所有的。我太惊讶了，眼睛一望成成功亚一种番茄的面包，眼看不到tomato，唔讲，感觉tomato跟米西这么的重。对，唔单像按呢，还有那个一类。这个很可爱的，而且看起来很像那种传统的那种葱面包，对，但是完全不一样，真的好难的。是宽纳亚黑马盖面包，是那个。面包来讲，因为我想要带点客家的味道，所以加了一点吉酱，自己特制了，用了客家婆婆自己做的吉酱，然后因为吉酱它本身是味道很重的，很咸，然后比较咸比较酸，有的会带点辣，对，那我觉得一般消费者可能比较没办法接受，所以我就又加了自己的秘方，就是在跟吉酱做了一点搭配，然后磨在面团上面，蛋糕，对，然后再铺上一层。只有在主动菜市场才买得到的对菜包，他当然太家就会说嘞，对，当然是菜布哎，懂熊懂后生。姑说，其实玉山你的理念是不是真的就是尽量的把在地跟当令的食材做一个完整的结合？对，那同时我也希望可以人文，对，客家就是要有客家的味道，人文嘛，对，客家没老给结合到底部，南腔按的一年四季其实有不同的时令的食物，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像现在这个季节，其实番茄它就是一个当季这个季节，那菠菜。菠菜其实它也是，对，它也是冬天。那菠菜我们也有做一款那个菠菜的面包，对。那再来就是准备要春天了，对。那春天的话，就是其实它蔬菜比较少一点，可是像梅子梅子它就是春天的。然后再来就是像现在也是柑橘类，对。那柑橘类一直到3月都有。
哇，古说一年四季都会有无去用的东西，要同大家来分享。古说大家要记得去这个牛栏河畔的艺术市集，韩国听说来支持我们的初心者市集哦。沈梦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谢谢，谢谢。好，休息一下，等下听的运通欣赏，向下来听同一下了。